高速公路局第二工程处人员向第5里长报告国道4号台中环线丰原潭子段潭子交流道工程进度。经过施工团队赶工，已经做好工程。潭子交流道部分预计在旧历过年前通车。对于这一带的乡亲来讲，不但节省很多的这个交通通行的时间，好，那也可以减少整个这个中山路以及大雅交流道的车流量，至少可以达到20%以上的车流量。国道4号台中环线丰原潭子段工程计划总经费差不多在305亿。2016年10月动工。会当让北潭子和南丰原地区民众唔免阁驶经过市区，安尼会当省5分钟到20分钟。如果开通了国道4号这个嘉仁交流道开通以后可以疏解交通。完工了后，唔但解决国道1号台中交流道第5段塞车情形，嘛北潭子和南丰原的地区更加发展。